咱来看政治的消息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日发表士林北投10年路网的政见，希望未来士林北投科技园区的交通，嘛甲即卖内湖科学园区同款。不过，两个主要的对手，无党籍的黄珊珊，也有国民党的蒋万安，拢也是针对疫苗的争议，继续咧改批评。士林北投前瞻治理，支持阿中有感政策。到要参选士林北投议员的家仔徛斗阵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10月发表士林北投10年路网计划，为着士林北投科技园区未来发展，伊计划甲洲美快速道路的南北延伸，嘛要甲必能桥改较悬的，互下骹的通河东西街会当混跨，交通就会较顺。这一块我们如果放着让它发展。 而相关的交通问题不去处理它，以后就会像内湖一样，10年后它就会再停下来了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再重新再弄，然后那时候已经穿好衣服再改衣服就不容易了。 另外，面对疫苗的争议，17暗，陈时中伫电视节目顶悬表示，中央毋若无当湘北，颠倒是互湘北加10%的疫苗。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批评，大家讨论的是速度的问题，陈时中却一直讲数量。我明天必须要后送100多个确诊病例，我每天会接到电话，台北市又死了多少案例？当大家在跑100米抢残疾的时候，中央的官员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吗？这样是这样做人的吗？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针对疫苗批评陈时中，伊顶日仔表示要对陈时中无公开疫苗合约的代志甲告。不过外界质疑蒋万安是安怎无爱用立委的身份调查这个案件？在立法院，我们当然会再度的要求，但现在民进党是多数，而且是阿爸的多数。我想我们透过各种方式，就是要还原事实的真相。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。陈时中对此回应，蒋万安也未是立委，就应该爱伫立法院内底提案，无咱爱这个立委创啥物？记者林书豪张玉水台北报道。